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内卷。前不久，教育部要求高中开始实行周末双休制度，这是对学生，那对上班族来说也是要求双休，但是是制度，要求是要求，学生高中生到底能不能双休？韭菜牛马打工的人到底能不能双休得到保障？对，这个另外一回事，是要打个问号。今天联合早报他刊登一篇文章，叫内卷难解，中国学生上班族苦求双休不得。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说的。他说这文章介绍他说找工作近1个月，90后上班族，就是中国的赵勤发现，市面上提供双休的工作寥寥无几，不是单休就是单双休轮替的大小周。说中国官方上月出台措施整治加班文化后，不少企业纷纷跟进，给予员工更多休息时间。不过赵勤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坦言，双休对于打工牛马来说依然是奢望。在生育率下降、内需不振的背景下，中国官方今年再次发力推动双休真正落地。中国国家发改委3月提出行动方案，针对加班文化盛行等痛点问题，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，落实带薪休假制度。为刺激假日消费，中国国务院今年也增加休假天数，将全年法定假日由11天增加至13天。除了针对上班族的双休，今年3月以来，中国多地高中开始实行周末双休制度。为敦促地方落实，中国教育部上周4月11号通报一批中小学违规补课案例，开始抓典型了，并放话将持续排查整治，始终保持严管严查高压态势。中国中部省份一名高中学生家长告诉联合早报，官方推行双休以来，高2及以下假期比以前多了，但高3仍维持单休、双周休或月休，也就是高3还是不一样，要冲刺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受访时指出，部分地区高中学校又开始实行周末单休，或以允许学生到校自习为名，在周末上课。说实际上，中国学生和上班族求而不得的双休，早在30年前就被写入国家文件。1995年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令，决定自当年起实行5天工作制，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，每周工作40小时。然而，在近年互联网大厂996，也就是每周工作6天，早9至晚9工作文化的影响下，加班、内卷和自残式竞争逐渐成为中国打工族常态。尽管中国官方2021年明确996工作制违法，但一些公司仍实行大小周制度。在赵勤看来，能找到大小周的工作已经算不错了。很多公司甚至直接将加班时长写进绩效考核，1个月要加班40小时以上才不会扣绩效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落实双休意味着用人成本增加。另一方面，在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以1222万人再创新高的当下，企业不愁单休招不到人，反而是求职者担心坚持双休找不到工作，也就是供需双方有问题，供大于求，劳动力市场、人才市场供应过剩。反过来说，就是工作岗位少。这个学者说，推动双休解决产能过剩。台湾开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志忠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，他说，中国官方推动双休一个主要背景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，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刻，官方多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。大疆、美的、海尔等企业今年强制下班、强制双休，都在回应反内卷竞争。好像这个大疆、美的、海尔强制下班、强制双休，好像不是自发的，它是受欧盟影响。说另一方面，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当下，部分企业推行双休也是无奈的选择。张志忠指出在145%的关税压力下，出口面临困难的中国企业也只能通过双休来缩减成本。如近期广东一些企业就选择双休减产。此外，张志忠说，中国产业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也需要更多的闲暇和消费。不过，双休的环境能否形成，最终还是要建立在劳动权保障与提升的基础上。
至于学校双休，张之中认为这也体现教育改革中的反内卷观念。不过，在高考竞争之下，中国家长短期可能难以接受双休。熊丙奇指出，目前落实双休的学校反而遭到家长的质疑，被认为是对学生不负责任。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做到一刀切，严格落实双休，不留任何博弈空间。张之中说，虽然政策上有他的目标，但在社会结构没变的情况下，双休的美意不见得能与百姓认知相结合。当然，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，双休政策应该是未来该走的方向。这个是联合早报说的，说中国的学生和上班族苦苦的追求双休而不得，是因为内卷加剧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分开谈，先是学生，再是打工仔、上班族。学生的双休，我在想啊，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在下降，我们应该是到2030几年达到一个高峰，高考人数啊，应该是2035年还是30几年，10年以后达到一个高峰，从那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，也可能这个我记错了，没关系，大家自己去看。总之，高考人数达到一个高峰之后，它开始下降了，而且是断崖式下跌，也就是说，去年出生的这些孩子，等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就是人人都能上大学，而且大学还招不满。你看现在大学毕业是1200万，我们现在新生儿才700多万，恐怕还要下降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后考大学没那么难，人人都能上。当然了，你说你要上清华北大，那恐怕还是很难。如果你说我就上个大学，我觉得未来就没那么难。如果没那么难，那就没有人会去卷双休。那小孩双休时间还学习，那纯粹他是喜欢，这是他爱好，你没有办法剥夺。大部分孩子啊，他就不喜欢上学，他周日他就要玩他也能上大学。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周六周日这一说，我们只有寒暑假。当然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应该都有印象，这个我记得是寒假好像6、7天，春节前2、3天，过了好像初5、初6就要上课了。我的印象里面好像寒假就6、7天，暑假大概稍微长一点，2周就十几天，剩下没有周六周日，没有什么国家法定假日，没有了。周六周日跟平时是一样的，早上好像是6点，晚上到9点多晚自习，周而复始。刷题，小镇做题家。当然那时候考大学难啊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20个里面考上1个本科啊，录取率非常低。我们还没有体育课，对吧？所有的什么体育课、历史课、什么地理课的都被物理、化学给占了。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？我想说的是这一代人就这么刷题，绝大部分人都没上大学，不知道刷哪儿去了。实际上这3年或者这6年，你刷题也白刷了，你学那东西都一点用都没有。回头看看，那都是浪费时间。所以作为家长应该不要那么执着啊！你高中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学习，实际上也没什么用。当然学习方法很重要，由于录取率低，所以大家内卷加剧，大家都想刷上去，靠刷题上大学，这个能理解。所以卷到极致。我刚才说了，随着人口下降，你不需要这么卷了，除非你非要考清华北大。所以我觉得自然会这个卷的程度，学生会下降，没那么严重。其实现在就能看出来，有很多私立学校，很多民办的那种学校，不像以前那么招生那么火爆了，很多家长已经放弃了。也就现在也能看到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越来越佛系，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社会进步啊，社会在往前发展，社会越来越宽容容忍，就人才向各个方向发展，不一定要考大学，考大学你也能考得上，越来越好考，考不上大学也不能说明什么，因为毕竟现在各种崭露头角的机会多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学生双休假以时日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孩子他就爱学习，就像爱玩游戏的人一样，有人他就爱玩游戏，但是有人他就爱学习，所以他就是他要学习，你还能拦着他吗？这个还是由他自己去。我们要保证什么？我们要保证他周六周日不上课的人，他也有机会考大学，他也能上大学，对吧？我们要做的是这种。至于那些他周六周日他也要学习的，那容许他卷呢？他有卷的权利啊，他要卷清华要卷北大，那让他卷吗？那么这个上班族打工的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双休还是大小周，不管他是双休，他是加班，他还是大小周，我觉得他应该拿到相应的薪水。如果他能拿到相应的薪水，就不应该过多的干预。也就是有人他愿意加班，有的公司他的工作性质他就是弹性的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拧螺丝的、流水线的，咱们不应该让他加班，工时价格要提高，因为他做的工作比较死，你把他压到17块钱1小时太低了。这种可以通过法律不准他加班，一天只能8小时，因为你加班时间越长，你劳累程度越大，完了也没多赚多少钱。但是有的工作，比如说互联网公司，因为咱们在互联网公司干过很多年，
有很多岗位它本来就是弹性的，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他打卡，说早上9点必须到公司，晚上几点走。有很多职位，你想，如果他年薪100万的，他加班不正常吗？你要是当了总经理，你是24小时待命，企业一有个风吹草动，你还等着我没到9点我不能上班，到了6点我得下班了，怎么可能？你的岗位要求你是24小时待命，当然了，他要给相应的薪水，你24小时待命或者你工资4000，那也不行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当然希望劳动者权益得到保护，希望想双休的人他有权利双休，这个是必须的。希望加班的人他加班能得到保护，就是加班他有加班费，他心甘情愿加班，他加班拿得多，这里面不能有强迫。我不想加班的人，你非要逼我加班，我就喜欢6点下班，我回家带孩子，那我有这个权利。但是有人说我回家带孩子干啥？我要加班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按揭贷款要还，孩子学费我要挣，这全家就指我一个人上班，一天加8个小时班才好。对这种人，你不让他加班，那你不是害他吗？所以说得分情况，也就是说，我不想加班的，我有不加班的权利，你得保障我；愿意加班的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我多赚钱，你也不能妨碍我，就非得不让我加班。我能理解，因为现在咱们工作岗位少。那很多人就希望你的企业都卡住了，别加班，这样你实在不行，你工作完不成，你可以多招人，这不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吗？这个想法是好的，这样这个失业的人就少，能就业的人就会更多。也本来我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我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现在你一个人就干1个人的活，把那2个位置让出来，要招人，这个想法是好的。问题是你要招人，企业的成本就上去了，企业成本一旦上去，企业它不盈利赔钱，它就黄了，反而连1个都养不了，就不要说养3个。所以说，如果鼓励企业多养人，不要加班，你本来招400个人，你现在招600个人，这样就你根本就不用加班，这是好事。那问题来了，企业背得起这成本吗？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政府给企业让利，这个成本不能让企业背。有的企业效益好，它的利润高，它背得起，毛利高；有的企业它本来就是薄利，利润非常薄，靠的就是这种在人力成本上精打细算，它才能苟延残喘。这时候你要让它不加班，这企业就干不下去，那你政府就得补贴它，税收上面给入优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用工成本，它有个算法，你的用工成本占你整个的收入多少，你超过多少，给你多少补贴，给你多少这个返税，鼓励企业多招人，多养人，多释放工作岗位。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办法。那么这说来说去又涉及到分配，又是一个怎么分配的问题。我自己的工作性质，我在北京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双休，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是双休，所以我就没听说过什么大小周，什么单休。直到我有一天去别的地方，去那些省会城市，还去深圳，我才听说什么单休，说周6还上班，周日放假，我当时都不能理解。后来又听说还大小周，说这一周是大周，休2天，小周就休周日1天，我也觉得不能理解。加班我倒是理解，对吧？在北京也有加班，但是这个大小周还什么单休没听说过。实际上有，只是我没接触到。他们1个月要上26天班，只休息4天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实际上就是企业它要节约用工成本。为什么节约用工成本？就因为它内卷加剧，它不赚钱，它的利润低。我们的企业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，没有自己的护城河，没有自己的门槛。这里我们要说的什么谷歌、苹果、英伟达，在20年前，我们这个互联网圈子里面都是羡慕谷歌的工作待遇。那谷歌就没有什么加班一说了，没有什么大小周、单休，人家就是1周40个小时，完了上班的时候随便，各种员工福利，各种休息室，各种临时区，各种舒适区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互联网大佬都特别喜欢到谷歌去参观，到谷歌公司。去年我听说英伟达的员工，但是我记得不一定准确，说英伟达的员工人均都是亿万富翁。那你说他加班，我也不知道他加不加班啊，他就是加班，那也很幸福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工薪阶族、上班族、牛马就这么累？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技术含量低，大家你抄我，我抄你，拼的就是人，拼的就是熟练程度，不是创新，不是什么护城河，不是什么专利，拼的是谁反应快，谁熟练，谁抄得快，谁改得快，再叠加大头抽走太多，留给企业，留给个人的太少，这不就内卷加剧吗？这不就卷起来了吗？所以相比较这个学生上班族想双休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对企业来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双休，那行，工资降，对吧？本来你现在1个月7000，你要是保障双休，每天早上9点上班，下午6点下班，好，你的工资变成4000或者是5000，企业要多招人，那这个上班族牛马愿不愿意？美西方的劳动者保护为什么好一点？
它的劳动保护制度，它不光有工会，这工会这非常强大，它就为职工出头，这是一方面。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有技术含量，有一定的壁垒，他们从事的工作，他们毛利率比较高，毛利率越高，壁垒越大，那么他就没那么内卷，他就能给职工付更高的工资，他就能多招人。我们生产制造，我们实体经济，甚至包括移动互联网，包括现在的自媒体、社交媒体，它搞来搞去，最后就是降成本。它要效益的办法就是降成本，降成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工成本，对吧？降人工成本最好办法，要么就是裁员，要么就是加班，要么就是降薪。只要降人力成本，什么双休就甭想了，一个月休4天就不错了。所以说来说去，归根结底，要解决上班族的双休问题，要解决上班族的劳动保护的问题、权益问题，要刺激消费，拉动内需。就是你天天都在上班，你都没时间消费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我们技术升级，要多搞有技术含量的创新，有壁垒的，有护城河的。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分配。要放水养鱼，适当的给企业减负，企业才能多招人，才能在人工成本这块多支出。所以说，学生双休好解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恐怕就不是问题。但是上班族双休这个恐怕是个大问题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